台湾各地更加专门实行办实习，喺台中董事有一群后生嘅1年之内好学实习团队，结合当地农体产品同客家特色，喺董事太毛埔办实习，将个地方高发落起来。1年4月的能成立呗，办法通无经费，没无嘛资源，下路嘅科技家。汇报企业喺1年之间去上课，学软体设计做出来嘅。为做文创商品嘅商户，喺自家来做名版印刷。为周年摆摊呢，先去邀亲戚朋友。伊能讲，伊能喺一只我嘅带恁上只店呢，意思爱家乡嘅理念。虽然素雅雅嘅，但係判出嚟一只佢奇妙又有人情味嘅事實。下晝時頭2點，正式出發到東勢區和平區，各個蔬菜สู่貨送貨。劉燕子做貨送到貨嘅送貨員10年呢。其實做送久了，客人慢慢就像朋友啊。以下查如果熱情嘅團頭家上家門，簽數點高，看得出團購店嘅頭家都有幾好嘅感情。也係劉燕子平常時做些情誼，我28年來嘅了解，已有嘅冷熱嘅成分。歡迎來到漢山音樂季。都係了解劉燕子就係好客實習一個發通嘅出牌人，因為發通唔係睇董事期，可以和平期過關盼來年股迎澳紙。有關五股數一出來，猛嘅有發力，全場就微微微微。加有彈吉他嘅人，真係團隊主唱悠悠嘅唱。觀眾等等節奏見天通，賽克斯風樂團上台變到較抒情，不也喜歡該吃菜該落線。我們這完全是義務性的那個來表演的，這不錯啊，這很好的活動，可以提升這個文化素質，帶不開汗啊，吃了料啊，對身體心情。有較好啊，覺得很好啊！年輕人有發揮的空間，當然是很好啊。為我名做來年股迎澳紙，其實係上海本大家在個看到民國50-60年嘅下尾連啱時頭，所來年股嘹亮大嘴股嘅情形，有音樂，有家地位後生嘅嘢創意，也係一場個有老師味，有聽得到時代嘅同樂會。頭擺年啊，阿公、阿叔、阿伯，咩都下晝做俾些時間，都做樣來年股，都冇包安尼乘涼啊，安尼都想講安尼類似安尼意見吼，落了安尼帶來了安尼，大家安尼漢山安尼來年股安尼係都來辦那個音樂季，大概安尼來了安尼下晝嘅時間吼，來了安尼行聊聊安尼。56年代那時候的爸爸媽媽或者是阿公阿媽，他們可能喜歡在傍晚的時候出來乘涼，然後都會穿着一個汗衫，然後洗完澡穿着汗衫，然後上面都會有一個香火袋做保平安。那相對的，我們也希望說，大家都是平平安安的。然後香火袋裡面它會有一個符，那我們也是用符的一個構想來幫它做一個設計，所以我們裡面是一個園遊券的一個放置。一旦韓團來年股迎澳紙，設計也改到文創商品。這是我們9453的文創商品，有零錢袋，就是這樣的小包包，然後還有萬用袋，你可以拿來當鉛筆盒啦，或者說任何你想要放的東西都可以。然後還有我們的衣服，我們的衣服呢，有小朋友到大人的都有，甚至我們還有包屁衣。那衣服就是上面我們的那個 logo 這樣子，有9453的 logo， 漢山音樂季的 logo。一個能成立40年的新團隊，好客實習，冇本錢冇補助，就開27家，就連印賞服沒係7家來印。那我們也覺得那好像不是一件很難的事，
但是一询问下来，我们要印500件，那一件350块，又是一笔钱了。我们真的没有钱，那我们就自己制作了网版，然后我们就用亚克力油墨自己来做印刷的动作。做一个网版之后去做那个油墨印刷这样子，所以都是我们一件一件亲手去把它弄出来的这样子，所以其实都是有我们的爱，有我们的心在上面这样子，对，所以当你穿到这一套衣服，应该会很温暖。發通嘅視覺設計海報企業也到，為到愛上前，因買實就自家來做。因為人的近幾年沒錢啊，不過我們也想說辦一個安泰的活動，那東西抓細細啊，用小畫家吧印出來嘛東西怪，所以我們也有去找過設計公司，就請專門的人來做，可是那個真的是對我們來講天價，所以說我們就決定說，不然我們好試看看，請老師1對1的上課，然後2個小時的課把基本的先學會，然後我們就自己先設計了一個這次音樂季的主要的一個算文宣品。也哋學生嘅為成立學校實習，係因為看到家鄉同時太冇鋪嘅人，單單就存愛咗，希望會有佢哋比數，按你家鄉嘅農產品，冇就有採地特色嘅產品，就加為買嘢蔬菜，面對嘅按有法律，就係想愛來帶動地方嘅發展。我們當初會做這個市集是蠻希望講哦，能中度的人啊，或者有將來務農的年輕人，可以到我們就是提供一個平台啊，希望大家一起來銷售自己家裡的農業的東西。因為就想講，後生人啊冇將來，了不卡對越來越老人家，越來越老人家都冇人來將來，所以我們還是希望說，我們中生代可以回到家鄉，然後做一點，應該不能說為家鄉，應該是為自己做一些事情。其實我們團隊就4個人，有一個傻子，就我們團長，然後3個瘋子呢，就想說，好吧，那就之後有活動，我們再想看看要辦什麼活動好了。我們的心是一樣的，就是想要為東勢在地的一些朋友們，或者說不管是在地的土地這片情，或者說人與人之間的感情的活絡，其實我們都有同樣的想法跟理念在，所以我們就覺得好，我們可以玩在一起，所以我們就開始玩了。你嘅切做2.5公分，按盤呢再用到機器度烘焙，12到20點鐘，就係人才同事身上有種梨嘅演員家，能有嘅冷到梨嘅乾。每個梨子的品種不一樣，像蜜梨跟星星，它烘的時間也都不一樣，它水分就不同啊。蠻喜歡的啊，像小朋友也都是拿來當零食吃啊。對啊。看電視就會做衣服。按有地方特色的冷到梨嘅乾，就係學校實習嘅招牌特色商品。我們是東勢人呢，我們小時候就在幫忙做梨子，所以我們小時候，這是我們小時候的零食，就是那個次等的梨子就會把它削，有的會去煮梨子湯，有的就會曬乾，所以我們小時候就吃這零食，但是現在沒有什麼人吃過，所以團長命令我們就把這些東西做出來，對啊，這是我們小時候很愛的東西。細細嘅壇茶，泡出又濃又香嘅咖啡，不擺到具有文藝青年嘅氣息，真見有想到後生人。我比較認同倆市集，係因為某一部嘅市集一多嘛，一有名，唔過外面嘅市集總下倆嘛感覺已經失去該市集嘅意義，因為攤商費越來越貴，安然倆個市集係佢愛推銷嘅東西嘅在地啊，因為佢總下冇比較少有這種通路可以往外面銷，所以人就請跟一起出來，啊，人嘛有請外面的攤商一起進來，一起做交流，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很有意義的一個東西。唔過辦市集條呢，無乜嘅名聲，無乜嘅人到來，個個有興趣投入嘅團隊成員，個部長調整做法，團市集對佢禮拜2擺，改做1整夜2擺。因為本上係大概月6日左右做。
啊，不过我们做啊是平常时有一家写，啊安尼做变成讲咱活动每个礼拜有啊忙讲宣传东那的事，然后变成讲搁啊做，变成讲做的不是很 OK 啦啊，然后后来跟团员都讲吼，我们要把我们品质做好，然后变成说。 大家讨论就1个月做2次，那但是活动宣传一定要够，因为才会多人，对。然后后来我们才会改变我们的活动方式，对。运动来讲，每年插小鱼啦，啊每年就是讲一家的阿妹啊，带隔壁的啊，一家妈妈阿姨啊，哦，然后去看看那种特太秀，哦，大概来闹热。 啊，当然我们也会吸引到慢慢有一瞬间，我来嘛上来咧，去较欣赏，我冇上来咧，去我北做，就大家看下了，所以一开始的招商其实唔讲有人，其实就一家人啦，陆续讲都总一家人，因实在讲，一家人佮带朋友，朋友佮带朋友，一撒带一家人，就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多。 高好学实习还继续建造，全体情谊支持，增进有氧。因为来拜大乜嘢调价，无论係卖甜滋滋阿姨，還係賣高質嘅調價樣，為到支持蔡天兒，全部上到愛存錢落台。 支持这个好客这个团体，是因为他们年轻人。我最感动的地方，说可以大的带小的，而且这个带起来以后就是很辉煌，所以我就一直说支持他们。虽然出去没有做到生意，可很喜乐。那都支持年轻人有梦想，又支持在地农特产品，以后。 懂吼嘿，种东西总好我种下自家的，自家种，自家卖，安尼亲吼都可以啦。你某一多唔怕，天天来，嘿，年轻人不要怕苦，嘿，我们慢慢来。团队成员潘发通，改到如爱自家出钱，公司也做。 安尼抢望带头来做，會有韓國多人未來支持，安尼家鄉會韓國好。希望吼，兩種的年輕人啊，大概都是大家出一點力啦，多為咱自家家鄉安尼多想一點，一三年出所以俺也想講安尼吼，我凝聚更多年輕人嘅力量，都變很。 就是一人出一点，就会变很大一点。有人说我们是为什么要做？没有钱啊，然后还要掏钱啊，这群傻子、这群疯子在做什么？说实在，我们就是在追求这里面的感动，觉得说能够为在地的人们，或者说那一片土地，或者说整个台湾这片土地付出更多的时候，我觉得那种感动是无法言喻的。对，然后也相对在我们这些人的生命旅途中插了一个旗帜，说，也许我以后当阿嬷的时候，可以跟我孙子说嘴说啊，阿嬷以前也曾经这么的疯狂过，这样子。我们希望的是，我可以在我们自己家的门口、庙门口、三山国王庙门口，我回家，我吃饱饭走出来，我的爸爸妈妈在，阿公阿嬷在。 然后亲戚在，我们可以聊天，但是这个聊天的是，我们可以把一些很厉害的我们东势人，弹唱的啊、绘画的啊、摄影的啊，我们都请回来。其实我们自己就是一个很强的一个，我们说团体也好，我希望的是我们自己的人可以回来，我们推广的是自己家乡的东西，我们希望这些我们东势的东西可以一直的被记住。 因為我哋大人上面店內目前冇資源，就搶地慢慢嚟去做，愛地好些家鄉，點空做定期，希望打幫好學實習，團同事後生嘅傾減起來，向下來為家鄉打拼，家鄉就會有韓國多人看到，韓國多人認識。